雄嘅笑笑小電影。好痛喂，你上當啦！你隻為食貓，係胖虎你哋呀，係小夫嘅開心攝影機啊！開心攝影機，我爹哋買咗部專業嘅高性能攝影機俾我啊！難得有部攝影機，所以想拍翻一啲好有趣嘅影片啊！即刻翻去用我屋企部高清平面大電視睇咯！大雄你都嚟啊！靜香都有被拍啊！真係好過分啊！無端端俾佢哋影咗添。好，準備好啦！開始播放小夫的開心攝影機。好啦，第一位被拍嘅係靜香。我係第一個。哇，睇下靜香對喺地下嘅薯片眼尾都唔望下噶。其他人呢都唔會上當喎。係啊！哇，睇下有隻狗嚟咗啊！竟然走咗去喎！連隻狗都唔會上當嘅，但係有一個人突然間出現，仲竟然上當啊！嗰個人就係佢啦！哦，有反應啊！佢喐手啦！點解會咁噶？快鏡睇多一次啦！點算啊？點算好？個個都喺度笑啊！一日都係因為你貪心啊！哆啦 A 夢，我一定要笑翻胖虎同小夫先得啊！我諗辦法啊！好，咁嘅話，試下用呢樣嘢啦，笑笑小電影。笑笑小電影，只要拎住攝影機拍攝，被拍攝嘅人就會發生不可思議嘅怪事。係咪變靚咗啲咧？咁做嘅話，一定俾媽媽鬧噶。冇問題，俾呢樣嘢佢睇，無論做咩都會原諒你嘅。出鏡大成功，好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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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就用呢樣嘢令胖虎佢哋中招啊！等埋我啊！好嘢！好嘢！無敵放石，專心唱歌，步氣步氣，高唱入雲耶！胖虎喺度啦，好開心咁喺度唱緊歌啊！即刻開始拍攝啦！大力壯健，乜都咁威，高叫做胖虎耶！全心夜，又係天神。背，本區嘅居民請注意，劇入嘅歌聲連續喺呢區蔓延，喺完成消毒之前，請盡量唔好外出。點會咁噶？唔係真噶！多謝多謝，出鏡大成功啊！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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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啦，跟住係小夫啊！小夫
號潛水。浮上水面。咦？發生咩事啊？做咩啊？救我媽咪！出鏡大成功啊！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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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家咁樣，你開心翻晒啦。但係咁好玩，我想玩多一陣添喎。吓？呢隻嚟用啊！喂，唔好啊，唔可以噶。係咁孤寒啦，用一陣啫嘛。喂！你做乜嘢啊？停手啊！你哋做乜嘢啊？好似搞到好大件事啊！係時候制止佢哋啦。係靜香啊！好啦，既然靜香嚟咗，就俾佢出鏡啦。吓，你仲想拍啊？啊，大雄啊，你咁樣做太過分啦！仍然係好差啊。好啦，會發生咩事呢？嗌得好好啊！係天才啊！呢種效果真係唔錯啊！係大新聞啊！出現咗一位小提琴天才少女，而家喺現場直播。犀利啊！犀利啊！大雄啊！大雄啊，睇嚟會好大件事啊，一定要制止啊！咁好啦，多謝多謝，出鏡大成功！好嘢！好嘢！好嘢！靜香，頭先真係非常太過分啦！靜香，對唔住啊，但係唔知靜香佢咩事咧？唔知咧。唔好意思，偷時喺度拉小提琴嘅人係唔係你啊？係啊，冇錯。哦，太好啦！我係意大利嚟嘅，係專業嘅音樂製作人。頭先咁啱聽到你嘅小提琴演奏，我覺得非常之感動啊！你演奏嘅樂曲簡直係新嘅藝術，希望你可以同我一齊去意大利。我作為音樂人，要發揚呢種新藝術。大雄啊，唔通靜香真係俾意大利嘅音樂製作人睇中咗？點會咁噶？你係冇可能會去意大利噶嗬，靜香。而且我要翻學。你可以喺意大利翻學嘅啫。咁樣嘅機會係非常難得噶，你應該盡力去試下。爸爸媽媽，仲有我啊，我都贊成啊！意大利喺歐洲音樂文化咁重要，絕對係去比較好啦。點可以講啲咁嘅說話噶？我哋一定會為你打氣噶，係咪啊，哆啦 A 夢？我都會支持噶。連哆啦 A 夢都好期待啊！係意大利喎。係啊，冇錯啊。係啦，我反對啊！竟然要整去意大利咁遠，我堅決反對啊！大雄，我決定要去意大利。
謝你一直咁關照我，再見啦。點會咁噶？因為我做出嗰種惡作劇，竟然會搞到同鄭香分家兩地。我唔要咁樣啊！靜安，靜安，靜安啊！唔好走啊！靜安，大雄，對唔住啊！靜安，出鏡大成功！大雄，哆啦 A 夢，即係頭先。咁樣你就得到教訓啦。好嘢！好彩唔係真嘅啫。